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咁喺度咧，我哋繼續同大家更新翻之前喺台北車站發生嘅嗰一個案件啦。咁呢個案件咧就係話台灣有一個通緝犯竟然就侵犯一個香港旅遊客啊。當時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呢一個旅遊客到底係幾多歲，咁結果咧而家根據最新嘅消息啊，原來呢個旅遊客咧係71歲啊！亦都係有講埋咧，到底發生啲咩事？點解會同呢一個通緝犯係認識？咁我哋一齊睇翻嗰個新聞報導啦。咁其實呢一個新聞咧，咁我哋係睇到有好多個媒體咧都已經有報導㗎啦。你睇下，71歲香港旅遊客台北車站遭性侵，通緝犯江天化入犯案10分鐘，檢方要求重判7年啊！嗱，呢度嘅新聞非常之多啦。嗱，咁你睇到啦，基本上主流媒體咧，全部都有報導啊，而且係提到嗰個疑犯係態度惡劣喎。嗱，我哋睇睇點講啊。嗱，咁根據聯合報嘅報導，受害嘅70歲女人獨自喺香港去到台灣觀光，唔見咗個行李箱，喺台北車站瞓咗4-5日，遇到同樣露宿街頭嘅露宿者，即係街友。然後大家就一齊傾喺台北嘅台灣嘅見聞啦，露宿者就同個婦人講啦，自己咧就係北車之王啊！如果揾到個行李就會歸還。咁目前呢個女人已經係日前個婦人離開台北旅遊，搭車再返台北，就選擇喺台北車站過夜，同埋詢問個街友有冇個行李嘅下落啦。受害嘅婦人佢話：佢喺台北車站過夜過咗幾日啦，咁見到邱勝明3次。一開始嘅時候認識嘅時候有飲酒有傾偈，然後咧佢喺飲酒期間不斷講啲嘢去撩妹。喂，大佬犀利即係我唔識形容佢溝過70幾歲嘅人跟住咧話佢靚。仲告白同佢講話中意你，想同佢結婚。佢一開始以為個男人講笑，仲話啦咁你去買鑽戒啦。咁點知個男人就睺佢飲醉咗之後搞佢。嗱，我不嬲我都話嘅，防人之心不可無，害人之心不可有。對任何人你都係要有戒心。我希望咧睇我哋頻道嘅所有觀眾咧都要記住我呢句説話，你係要對任何人都要有戒心。如果你對人冇戒心嘅話咧，就等於你係將你嘅後背就俾咗出嚟等人去吉。你想唔想做呢一樣嘢？我相信你都唔想噶嘛。咁所以啦，好似呢啲咁嘅事件，我哋其實成日咧都會好容易俾人背刺，俾人去背叛嘅。有啲係屋企人啦，有啲係親戚朋友啦。我相信在座睇緊影片咁多位都會啦，更何況一個你喺街邊嗰度識嘅街友。如果佢係一個正常人，佢未必會淪落到去做街友嘅喎，啱唔啱先？即係你呢個社會話就話好殘酷、好殘忍，但係如果你係諗盡辦法去做，諗盡辦法去賺錢嘅話，我相信唔會淪落到去做街友，至少你嘅生活環境咧係可以好少少嘅。咁可能有部分做街友嘅係智力有問題嗰啲啦，或者係有特殊原因啦，嗰啲唔講啦。咁但係好明顯睇到呢一個邱勝明就唔係一個叫做智力有問題或者係有其他難題嘅人啦。佢只不過係因為通緝犯，佢唔能夠揾地方住，就匿埋咗喺台北車站嗰度做街友啫嘛。你永遠你係唔會知道咧，你所識到嘅人係乜嘢人嚟㗎？我早幾日我睇過新聞，國際新聞嚟嘅。咁我咧就後來我發覺到啦，原來有啲人咧係識嘅。我當然我睇到嘅時候，我意識到嘅時候我冇講啦，見過1-2次嘅人啦。咁原來我識嘅。咁都我覺得都世界都幾細嘅。好多時候咧以為係同你距離好遠嘅，但係原來唔係嘅，係好接近嘅同大家。可能你識到嘅就係一個通緝犯咯，唔出奇㗎。係嗱，咁我哋繼續睇埋嗰個新聞啊。案發當日個女人淨係記得
曾經係同露宿者飲酒，根本就唔記得飲醉之後發生咩事，直到去到醫院驗傷，酒醒之後覺得身體唔舒服，睇到閉路電視嘅畫面啊，先知道原來自己係俾人侵犯啊！佢係咁鬧呢個男人啊，唔係人啊！佢錄完口供之後就按照行程規劃離開咗台灣啦。哇！呢鑊嘢真係陰影喎！即係嗱，我咁樣講啦，你換轉一個正常人咧，後生女咧，可能自己會有防備，會覺得人哋會對佢不軌。咁但係如果好似佢呢一種71歲嘅人咧，佢又覺得我都咁嘅年紀啦，冇人會對我起痰噶。咁結果正正就係有一個40幾歲嘅人去搞一個71歲嘅人咯。係啊，呢單嘢越睇越荒謬。喺一個台北車站一個咁熱門嘅地方，咁竟然能夠發生一啲咁樣嘅事喎。你發生一啲咁樣嘅事都算啦，你仲其實侵犯人嗰個地方啊，就係響呢一個嘅鐵路警察對面嘅咋，係對面嘅咋。呢一樣嘢係好醜噶。起訴指出啦，10月9號嘅中午啊，受害婦人同邱勝明在內幾個露宿者喺台北車站嗰度飲酒傾偈，直到下晝3點，陸續散場啦。個女人係飲到醉晒，瞓咗喺地下。下晝3點22分，個男人係雙手抱住個女人拖到去牆邊，公然去侵犯佢。搞咗10分鐘咧就搞完啦。咁然後檢方亦都係查出啦，邱勝明就因為盜竊等等嘅案件被判刑啦，應該合併執行徒刑6個月，可以科罰金，但係佢冇交罰款，然後走咗，所以被通緝，先至會喺台北車站嗰度做咗街友。嗱，呢個唔係正常人嚟㗎。如果係咁睇，嗱，呢個案件咧就俾喺台北車站2樓嘅遊客目擊現場報案啦。鐵路警察後來先調翻監控，咁當日下晝3點37分就拉咗呢個男人啦。個男人話飲酒唔記得，但係見到閉路電視畫面就認罪。當日亦都係因為盜竊罪就發監執行啦。事後佢推翻自己口供，就話自己根本就冇碰到人哋嘅性器官咯。佢話我冇掂到人，你只係見到我抱住佢啫。佢而家係咁樣講啊。咁檢方就話啦，呢個咁嘅犯人疑犯邱勝明公然喺台北車站呢一個咁人來人往嘅大廳犯案，推翻自己口供，而且態度惡劣啦，成單案就會依照乘機性交罪去起訴佢，就建議法院重判7年啦。咁我覺得啊，如果咁樣重判7年，連埋嗰半年，即係7年半，坐到翻出嚟50幾歲，佢有機會再犯案噶。呢一類咁嘅人，呢個慣犯嚟噶。你坐監就唔會令到佢哋咧係有任何改善嘅，佢哋只會去諗我點樣下次做得好啲，點樣唔會中招。呢一個咧新聞啊，我覺得係好警世嘅，就同你哋講，無論你後生又好，年老都好，保護好自己。無論你係男又好，女又好，都要保護好自己。男人而家都好危險噶，我話你知，你唔好以為男人乜都冇啊。係咯，即係呢啲咁嘅事，你哋自己心裏有數啦。係啊，即係你去飲酒，人哋係可以落你藥噶，去買藥落去你嗰啲嘢飲嗰度係好閒好簡單嘅一件事嚟噶。你唔好以為係一件好複雜嘅事啊，知唔知道啊？嗱，好啦，咁我哋今集咧就同大家睇到呢度啦。呢個新聞我覺得都係幾荒謬嘅，係能夠喺一個咁大街大巷咁多鋪頭，然後鐵路警察就喺對面，真係喺正對面，你就能夠發生到一個咁樣嘅侵犯案件，係好荒謬嘅。台灣而家啲治安咧，我覺得真係差咗咯。以前唔會咁樣嘅，我未聽過嘅。咁多年嚟，我真係第一次聽到咯。好啦，咁今集同大家睇到呢度，我哋就下集再見啦。有咩想講，下邊留個言啦吓，拜拜。